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亚洲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丁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，咱这集要来迄个讲台语，这届有3篇小说啊，咱个读一摆，这3篇拢真趣味啦。我想讲一个代志好，我去拄去注意了疫苗台语讲疫苗嘛，迄个预防车啦，预防车，反正上好，预防车，可能过几阵无得开传去迄个耶路撒冷，我就在看因的资料啊，其实足侪人拢捌去过呢，像咱了解村嘛捌去过。哦，是，无数捌听过或者耶路撒冷症候群嘛？毋知，伊就是讲吼，因为去伤过感动，你知道？啊，怎分去安尼？安尼，有这款代志，对。有讲有几个所在拢安尼，什么罗马症候群、耶路撒冷症候群，伊若是地名加即个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听讲当年拢有超过10外个人安尼。伤过激动，你知道？激动啦，伤过感动啥？但是某人讲，迄就是因为你坐飞机坐伤久啊，无困啊啥的。无啊，去迄情绪会较激动，迄也正常啦。个拍日头啥？对，加啉水安尼。冇较理性的讲法啦。只是讲有一个代志，我嘛真好奇，无需要安怎做。无需要若看到路边有人甲你讨钱，敢互伊？甲你讲说我无钱食饭啊，但是看起来是足假。那足明显是足假，我是袂好嘅，因为我感觉好伊，我帮助你无要好好去做工课。这我感觉我会判断啦。我就会看主要是讲，迄耶路撒冷足侪一款诶。伊会看外国人，伊会来足侪是来我跟基督徒啊，像朝圣拢来台湾讲，去圣地啊，来圣地就对。伊就挑工找外国人，就甲伊讲伊嘛是基督徒，但是去互以色列政府迫害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告诉我找无工课，个。靠底下的编出来看讲，你看我拢无钱食饭，你会使帮助另外一个基督徒哦。就这个也无是处理，这真正难，这真正难。这个人讲这东西假啦，是，就是应该讲遐无遐侪基督徒啦。对了，就是讲，那但以色列正常来讲拢是犹太人啦。对了，基督徒少啦，但是你若是巴勒斯坦的人，你是有影去用迫害，但是你袂出嘴讲你是基督徒啦，对，所以有这背景啦。虽然讲大家讲，迄个基督徒爱帮助其他人啊，有人时也咪去用利用，有智慧啦。咱先来读第一篇啊，第一篇是迄个记好朋友，这是1921年，就拄100年前写的。这篇连忙给写啊，哈？咁样呢？大兰医师太太写，我唔知。我有等于你去找着？我要找着啊！你无讲。伊是本来是去中路教册，老兰医师伫中基咧做医生，尾两个结婚，因两个是差十外岁呢。反正咱真紧就要讲迄个兰医师的因家族的故事安尼。反正你个叫是一个宣教师的。太写，伊之前在台湾嘛捌教过册。你若拄看到这名应该有无？伊要讲啥？记好朋友的上好的朋友嘛。咱就来读，那读咱解说好啊。无输请。有听起一个故事，伫讲几若10年前，英国的女王有去探索吉兰的京城。离迄个城无偌远，有小所在近伫海边。海边就是海边的意思。人伫遐较济是讨海的。真无用，真迷乱趁钱。忽然一日，听见女王明仔载要去因遐看看。这就是讲一个海边的庄啊，真迷乱趁钱。迷乱就拍拼啦，因为即嘛较即嘛就真拍拼咧趁钱的对，就无用的。但是都有人突然讲，女王明仔载要来，对，继续。大家听到。一面大欢喜，一面得错，因为想因未堪得女王到因遐，因是善乡的初工人，所在也毋正密。毋过听了大家紧紧备办，街路扫清去插缨旗，插缨国旗啦吼，清起来外，大家拢停困，连讨鱼船啊也洗清气，网也收起来，世界创甲真伶俐。
大概算讲真介意这个女王啦，衫嘛洗洗啊，头壳嘛扫扫啊，鱼仔船嘛拢洗好清气，就足欢喜要等伊来就对。今早起，大家早早起来食饭，拢穿水衫，囡仔头毛也洗甲金金，骹也穿鞋，大家真乖。但毋知顶晡还是下晡，女王要到，简单便便听候要迎旨意。顶晡等规晡拢无来，到昼去食饭。食饭诶时，大家在讲，等下晡的确会来啦。迄个晡游园便便地接引诶女王，囡仔也哪欢喜要看，已经到4、5点还未来，大家咧想毋知安怎样。当已经6点要暗，差不多绝望，囡仔拢神，大家也就枵，就食会远顿。大家也烦恼女王无来，因为已经听要来就大兴无。到7点，再无望，大家脱水衫，大人在想，伊敢是拄着什么阻挡？囡仔留啊受气讲，女王咧骗人。就是第2天啊，大家就怎么等嘛？啊，为早起大家中昼大家下晡去大家暗时，就拢无来，大家都放弃啊，衫拢换起来啊。囡仔说无欢喜诶，囡仔讲去互骗去啊。你这女王一定是骗人。对啊，这囡仔对透早天啊，甲暗拢无看人啊呢。囡仔可能嘛足期待吧，伊就毋是像咱即马电视上随时在看着女王诶。继续，明仔载逐口走游园做工。查甫人去海里讨鱼，查某人下粗粗的卫生裙伫抬鱼，囡仔穿破衫伫街仔路伫佚佗，面甲手惊人，头也无装水。所以第2天因着拢正常过日子啊嘛。囡仔嘛是安尼乌瑟瑟，他妈佚佗安尼。忽然有马车的声去叫号伫路呢，逐人抬头要看什么人来。囡仔看水水的马车来，就大声叫：是女王啦！是女王啦！当海啦！女王看到咱穿破衫，下歹卫生裙，头毛浪浪，手握着臭草，真见笑，真无礼无数，海啦！毋过女王，所以女王同样来啊！这个真正来啊！这个真正来啊！但是大家拢错一条。毋过女王停车落来，要甲伊的百姓请安。要看因的工，就四界行，甲迄所在的人交陪，要换囡仔的头壳，要学老老母所抱的婴仔水。查甫人对海边紧转来，女王也问有讨偌济鱼，也要卖偌济钱，真好意，真亲切。看了，后来就搁坐马车倒转去。算就亲切啊！我望囡仔的头壳啊，个开讲问讲日子过安怎呢？当伊超过伊无早远去，伊的意思就是要伫平常时去探伊的百姓，爱看因的工，爱会晓体贴因的善香，还是因做工的艰苦，爱甲伊所听的百姓熟悉，爱伊的百姓款待伊亲像朋友，无亲像人客。到这故事应该是结束了嘛，但是因为是看在教会公布的，所以一定爱个刊登来讲甲迄个信仰的解说啦。对，这无简单咯。所以上尾这段就是安尼，请我想上帝就是咱的王，伊也要安尼，伊毋若爱咱甲伊交陪伫礼拜堂，还是伫厝里礼拜，伊较爱就是伫平常日，咱伫做工的时阵爱找咱。爱甲咱交陪，爱体贴咱做工的艰苦，爱看咱的粗衫，爱甲所听的百姓熟悉，爱伫无歹批的时阵来找咱。这无歹批应该是讲假日时阵吧？爱咱着款待伊，无亲像人客；爱咱款待伊，亲像朋友。伊这是过来讲，我已经叫恁做朋友。这对这圣经出来，这圣经的话，挺好写吼。这宣告书呢？对啊，这一般人宣告书的代志呢？主要是故事嘛写得好啦。对啦，这故事组织了，伫英国可能就是因主持了的故事啦。
嘿，可能我咧菜市主的故事，我听过啦。嘿啦，伊来个遮吼，啊，你想讲要用啥物做教材？想讲细汉听的故事，然后用台语给写落来看。但是伊嘛是有一个重点嘛，就是讲耶稣也是主拢毋是看到第一礼拜堂尔嘛。对，就是日常的生活中跟咱交配啊。虽然讲你是上好是莫穿短裤啊，穿拖去礼拜堂，但是你比方是咧迄个较自然的时阵，伊嘛会来看你就对了。对啦，到尾啊，你也知影什么做记好朋友对不对？对啦。第二个故事是或者流传的故事，伊这本来就写万姑娘啊翻译的。万姑娘是万珍珠啦，伊的迄个汉名就是万珍珠啦，珍珠啦，嘛是英国人吧？英国人，英国宣教师，他们有护士的背景的啦。是，对啊，伊嘛真好写啊！我看教育公报内底足侪篇拢是伊翻的。对。啊，即我这个故事都看到。伊嘛捌伫中路做过那像社监啦，是顾遐查某囡仔的角色啊。是这是1910年，是，所以嘛80年啊。比多一篇个较老呢。其实咱即马你着听得出来，以前的台语甲即马无共款。咱上尾一篇就是现代的台语，足明显的。咱牧师请。伫2000年前，伫犹太国的耶路撒冷城有两个囡仔结做好朋友，一个是犹太人的囝，一个是异邦人的。犹太人的是勇行活动，四界佚佗。可惜以前讲佚佗，拢讲佚佗吼。佚佗。可惜异邦人的查某囡仔染性命，因为骹骨失力袂行，若要煞位。就外国人爱，所以即马主角是两个人，一个犹太人，而且是异邦人。但是其实异邦人的故事较济啦，异邦人伊拄好摆卡。这个异邦人其实伫圣经内面就是翻做外邦人。外邦人，继续。伊老爸开布店，查某囡仔踮厝内捡布，捡布就是织布啦。毋过伊的老爸逐项着甲伊备办好好。然后伊慢慢啊惊，是因为骹手无力，伊的心真切意爱敬拜上帝。总是迄时的异邦人较无路通出头伫拜上帝的代志，所以不时得烦恼，惊到因的人死了后未得到救。伊的朋友豆豆来找伊，若是袂话安慰伊，反倒加添伊的烦恼。滴到心肝真郁卒，伊敢若是在烦恼讲伊死了的代志嘛？对啊，犹太人因为讲伊是选民的得救了，伊毋知影要安怎做就对啊。是因为探听殿内祭司替百姓抬精神献祭的代志，伊就无分，总是对伊的朋友知祭司就穿幼布做礼服，所以就想出看伊会通。干涉伫拜上帝的事啊无？啊，因为伊毋是有犹太教诶，啊，迄阵就是敢若讲你爱去圣殿内底献祭，所以伊就无迄个资格，伊就烦恼讲伊后摆诶代志。但是伊拄会晓轻步，所以就想讲看会使家己步无，袂去有迄个祭司。对啦，伊遮干涉吼，干涉伫拜上帝的事，就是讲伊。拜上帝事，伊敢会当有分啦，会当参加有对安尼啦。继续。年过年，爱祭司就来买伊所拣的布去做礼服，是望对安尼上帝的纪念煞人民下面伊的罪。逐块布若拣好，就交互伊的老爸讲，就爱紧买祭司。老爸听伊软弱的囝，爱消伊的郁卒。毋过无够压地意，所以不管人来买也买。因囝若问就讲买去啦，毋望后摆祭司会来买。所以这老爸毋是讲无听伊可能是感觉讲这样无什么意义啦。对啦，反正就有人要来买布，伊就买去。就买去安尼。啊嘛无，伊嘛无骗因囡仔就对。伊讲啊，后盖看卖啊，若有祭司来买就买。但是我们想讲，人来甲你买，你嘛袂使凊彩讲买人吧？因为就奇怪。反正伊就是挺好啊，但是拢无卖互祭司。行到尾地，家己在身躯真正软弱，行了无偌久通做工，就不知斟酌来行迄块布。
实在无力通行，抑阁勉强得行，行了死去步行也未好，哪苦哪惊，常常吐气讲，行即块步是哪亲像得行我的心肝，总是想今年稳当袂着，因为当迄时搬过节得要到，有风声讲，这时得要来斗六日，煞来办耶稣的代志。世间四面的人已经在聚集，城内有大有绝。慢慢伊嘛身体嘛无好嘛，所以就开始烦恼讲袂赴啊。啊伊就会吐气讲啊，这今年若佫无袂着，可能袂就有影袂赴啊。啊，这时阵就到迄个搬过节，搬过节咱捌讲过。逾越节，搬过节，专门讲逾越节。爱去看，爱去听迄个。做爱记，做爱记内底，应该是一年内底上重要的一日。是。所以拄喺迄个新约内底，嘛是即日，就是耶稣对，甲足侪人拢来到迄个耶路撒冷，所以规城市就无用诶。对，继续城内有大有绝，为着耶稣即人，有诶讲伊真正是好人，有诶讲是假好诶，的确着办伊做死罪。毋通互伊活，迄两个查某囡仔有三角地讨论伊诶事。犹太诶囡仔讲，伊诶老爸想耶稣的确是好人，伊爱劝城内诶士大人，着毋通讲伊，着放伊去，因就较无事。总是看遐诶祭司诶背后，拢有激动深深怨恨，所以对安尼无爱开喙。这像总结，就是大家拢知影耶稣要去用定死罪啊嘛。这犹太人伊有因爸爸就是讲，迄其实伊感觉伊是好人。但是呢，这祭司啊后壁拢有迄个激动，就是有一寡利益啊啥，所以嘛毋敢开喙。迄个异邦的囡仔就因讲，我这个异邦的囡仔真爱听耶稣的所行所做的代志。那世事较早会看到伊。就这个软弱的身躯，的确会变作勇健，通去看殿内拜上帝的法度，打猪啦，无菜啦，无黄啦，打上帝拿找这个祭司来买这块布去穿服侍伊，我才会安然过世。这是我的心所愿。伊嘛听到这个代志嘛，破病去有医治啊，但是已经无机会看到伊啊。布行到好。毋过身躯无气脉，直直要昏去。伊老爸就抱伊到面床，流目屎讲：囝，你做过头啦！我豆豆求你毋通搁做，你毋听，所以才会滴到安尼。囝对老爸讲：所听的爸啊，你亲手摕迄块布来，我要我伫地一两句话，用笔切对你讲。老爸就摕我面床。互伊望来望去，吐气讲：哎呀，这地哪亲像我的性命咧？爸啊，这地你的确着爱紧卖互这事，毋通卖别人，别人嘛买来买，你决断毋通卖。老爸看囝到遮，低意随喙应讲：你做咧安心，我这般的确会细字来卖这事。那本身就去店里来问看，会请你所爱阿伯。伊个心愿就搁一摆甲伊老爸讲，啊老爸一开始嘛讲啊，你就是就甲你讲卖啊，做啊遐辛苦的。尾啊老爸就讲好啦，就是来去迄个市内看卖啊，看有机会无？去店内底，就是去迄个去圣殿啦，去圣殿附近。当袂有这事安尼啦，要很早囝心较安慰安尼啦。好啊，过来。就摕去因店里交代伊的伙计彼得，甲伊讲：彼得啊，这个布是大要紧，你就会记得另外下楼的卖这事。头家做伊出去，无心通过叮咛，是因为城内迄时的大扰乱，地大震动，店内的长离、别离，死人搁活，有诶啼哭，有诶大受气，是为着耶稣的事。大家无心情。这个头家就是爸爸，伊说叫因厝的会计或者彼得的，讲摕去遐，啊，就
大叮当啥，伊就嘛对出去就对啊。反正即嘛两个人拢伫迄个圣殿附近遐。啊，继续。老爸行来行去，行无啥物路，往月头倒转来对店里过，刷入去。彼得就对伊讲：迄地卖去啦。头家问看，卖这事啊？毋是啊？因讲毋是，是卖犹太的头人。听了生惊吐气讲：彼得啊，你真戆！今仔日加添我的烦恼，我要安怎对我的囝会得过？我竟无甲你讲，伊的所爱，凡夫你着细字下地，毋通卖别人。彼得又问讲：知就知啦，总是伊边仔看了爱迄地，随往摕一地回敬，别地拢毋中伊的意，伊会出一钱，所以国不二中互伊买。应该是即个头家出门去啊。啊，即个彼得伫顾店，因老爸想要卖，但是啥来出代志，伊出去看。啊，倒来时阵呢，伊伫步已经卖去啊。啊，伊其实有交代过彼得讲，一定爱卖这事，但彼得讲，啊，人就出足侪钱啊，啊，别地伊嘛无介意，因为头家无跌嘛，就想安尼毋知安那结果就卖去啊。所以这爸爸有淡薄仔生气。对啦，因为伊想你是袂送，伊讲袂一个犹太人的头人安尼啦。就来面看见查某囝拿上中，看伊的老爸就连边问讲：阿爹，布有卖袂？爸因伊讲有啊，是卖互这事啊，毋是土气因，毋是啊。彼得真戆啊！伊讲有卖犹太长老啦，听着无卖这事就讲。哎呀，也那亲像有得到安慰，就安心去讲，那无要紧啦。上帝知我的大心无，话讲了，气就断。所以我头来叫我感觉，这老爸实在是伤过老实点是，这时阵咱也无甲骗一个好啊吼。啊，反正伊着老实甲伊囝仔讲，着迄个摆开伊若讲啊。歹势去是卖互一个长老啦，毋是卖互这事安尼。上尾一段上要紧。伊这个故事真够安排啦，哈。咱就听上尾段啦。想讲啊，惨啊，这无得到伊的心愿啦。死了后，伊的老爸查出就知是卖阿里马太的约瑟，互伊包耶稣身死的路用。耶稣算是第一大的祭司头。拄下囝的所爱，到底是无错卖，上帝准伊所求几若倍。所以这学校就厉害啊！对啊，就是讲迄个宝贝啊是真正没有这事，不过这是真正这事啊，是唯一的大这事啦。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啦。这希伯来书讲这真正的这事啦。耶稣意思是这个意思嘛？伊家己是祭物，伊家己的这事献伊家己。替人赎罪，伊想要卖一个这事，即个真正卖一个唯一世间唯一的真正的这事啦。伊这故事，我想应该是本来的英国的就这样讲。伊台语有小可爱较修一撮，伊台语较无连马叫。我听得出来。啊，而且伊迄我对话啥，有当时伊南泽会，所以有当时伊分袂出讲是上下，但是故事是真好啦。就是讲伊的迄个敬虔的心。上尾有得到回应的对啊，因这两个白仔囝嘛，我都互相拢袂讲白贼啦，啊尾啊嘛拢会原谅，就是讲啊，恁来安尼拢无听我的话啥。这来做主日的教材，做青少年教材嘛最好啊！我感觉这真有广告呢，我感觉真有广告。我是甲用这个学台语的版本，所以第三不是有补充的嘛？不，我感觉这最好。啊，第三篇是较长的，这是我翻的，有这 Henry Van Dyke， 伊是一个长老教会牧师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伫迄个 Princeton 做个教授。啊，尾啊，他变成写文章的。啊，伊写文章拢甲迄个宗教关系，但是真好写。但是伊本来较长，所以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佮甲写较短，就是甲求有甲切掉安尼。啊，我是照迄个切掉版本个翻长来，啊多一遍嘛学台语。啊，
大家注意听就会发现讲，以前的台语跟今嘛台语是无啥共款。对了，对，所以咱今嘛甲中国边台语应该嘛无啥共款。无共啊，对啊，因为时代久啊。我最爱笑迄阵老郑的时阵，派一寡迄个情报人员，可能想讲啦，台湾人走去闽南做 spy 吼，啊那过吼，因听袂出来，叫人讲到去用杀起来，腔口绝对无共啊。一听嘛就是知影，对啊，用的字嘛无共款，用的字嘛无共款啊。对啊，你莫讲啥像佚佗，以前讲佚佗，一听就知。对啊，一听就知影。所以佛书在电翻嘛，无圣经就没电翻。对啊。我就快圣经我讲哦，真期待有新的版本呢。所以这个故事是1895年，比以前拢较久。今年个就是马关条约，日本人就迄年。对啊，伊本来迄个。描着 The Other Wise Man 的另外一个朴树，因为是讲 Wise Man 是巧人啦，但是咱是讲朴树啦，对，真简单讲者，有三个朴树嘛，在儒家福音内底，就是讲耶稣，应该是讲三个礼米啦，经文本身无讲有三个，无三个啦，无三个出现，有三个出现是三个礼米啦。哦，确定三个。金珠香甲无对，三项礼米就无一定三个人摕啊。有可能6个人，有可能12个人。这个故事其实哦，上早传说是12个，后来变6个。12个鸡排，变6个，6个变3个，3个过来传一个，讲一个黑人，一个白人，一个黄种诶。这全世界意思。这故事哪传到哪济去啊？这个算朴树。咱一般我那拢当三朴树啦，习惯讲啦，习惯讲是拢安尼无对。所以这个迄个中央教会朴树教授伊的。下个更有第4个意思，所以另外一个第4个，这第4个故事真趣味，大家来听吧。其实还有第4个朴树，还有人写过第4个朴树，甲这个故事无共，版本无共。这我感觉这个非常精彩。好，你咱先听这个好，请。你应该知影东方三朴树的故事，因对足远的所在专工来送礼，和一个碧绿型的婴仔。毋过你应该毋捌听过另外一个朴树的故事，伊嘛看到迄粒哪白哪悬的星，嘛触发起欲，但是未赴拄到迄三个朴树，也是当出世的耶稣。所以第一段甲你讲就是讲，你即么看知影3个，就是因为第4个未赴，所以我做人在经文内底，好继续。阿塔班是这个朴树的名，另外一个未赴的这个朴树的名。阿塔班原本住伫埃巴克坦纳波斯山里的一个城市，伊生做真老，皮肤乌，差不多40岁，目睭真金，目眉真大纯，伊穿白色的羊毛长袍，内面是牛仔丝做的衫，牛仔丝就是蚕丝，戴一顶白色的帽啊。边啊有2条大搭咧伊乌色的长头毛顶面，这就是这个朴树的模样。伊一开始介绍伊嘛算讲一个贵族吧，差不多40岁，人较大汉，这尾来会用到的对，伊穿的衫拢真高级吧，羊毛的啊，有牛仔丝啊啥，就是生活教育真好的人，继续。伫一个星光闪闪的暗暝，伊邀请到的朋友来伊厝里。这个朋友的年岁差袂少，拢是帕提亚帝国的贵族。烘炉的火哪烧哪灭，甲周围照甲光，看会清楚。室内装潢真简单，但是真高雅。他班伊就有一天就找到的朋友来因厝诶，伊要甲讲一项真要紧的代志，请。塔班甲大家讲，伊甲另外3个朴树的研究。若照经文甲精神的方位来看，有大祝福的弥赛亚就要来啊！民数记24章17节安尼记载，有一粒星要对雅各出，有一个官兵要对以色列兴起。这个代志真要紧，因为这是塔班甲另外3个，就是即马圣经有记载这3个研究出来，因知影讲。像民数记已经讲过啊，有一个星要出现啊，有迄个救主要出现啦。伊就讲过这教会朋友听啦，但是这教会朋友敢若无啥信道。提吉兰这个爱猜疑的朋友，用表示的口气讲，
以色列人就亲像毋知路诶样啊，四散伫犹地亚诶山内面，互罗马压制条条，不管是星还是官兵，拢无可能行起啦。所以这个朋友就讲，这以色列人已经讲四散去啊，就算讲住在城市内底嘛，去有罗马，罗马人压制掉啊，所以无可能有这个机会的对。另外一个人就讲，阿塔班的英语讲，虽然是安尼，阿塔班讲，毋通袂记得，塞罗斯王敬重的希伯来人，但以你有写讲，所以你就知着明，对出面定心起造耶路撒冷，伫教授我有的人均的时，要有7个7日期，搁62个7日期，但你历史9章25节。但你说未讲过，有咱的天赛内底捌讲过，伊就是迄个天赛那个无使食去呢。伊捌有言讲，耶路撒冷有个有登起的时阵，意思就讲迄个有一个救主会出现，所以阿拉伯意思就是讲，因的研究真焦的对啦，民数有写，但伊也嘛有写啦，对啦，继续。刷落来，伊解说2甲3个博士的天文研究。搁一摆讲，时间已经临到，是看见迄粒星，伊就会紧起身，徛伊上介意迄只马，瓦苏达，伊马苗做瓦苏达，我毋知伊安怎遮尔专工爱甲迄名个好较好听，但是我有叫我文化，瓦苏达，十天后，甲伊的朋友加苏巴、米基亚、普塔萨，这三个就是人讲迄。有记载迄3个人的名啦，后壁人写的啦，但是伊嘛有甲号码就对啦。组织伫巴比伦的7球圣殿，才到顶去耶路撒冷。除了我有经文的部分，伊嘛有看天顶的星啊啥，所以因这4个已经讲好啊，就是要带一天去巴比伦的一个圣殿，或者7粒球的意思，那做回去耶路撒冷。伊即阵一直感觉讲爱去耶路撒冷，因为但伊有讲耶路撒冷嘛，继续。伊甲财产拢卖掉，换做3粒宝石，一粒蓝宝石，一粒红宝石，甲一粒白色的珍珠，要献互这个王。那就亲像暗时闪烁的天顶，红的比日出的光线搁较水，白就甲山顶的色共款清气。伊家己一个人都有3个宝石，有哪些红色甲白色的，伊这我原本写好，我无法度翻开好，但是伊内底有当下有用诗安尼，好继续。阿塔班问在座的朋友，敢要参加？通做伙庆祝，找到未来值得人服侍的王。所以阿塔班就是讲，我拢准备好啊嘛，资料嘛收好啊，我向礼物就传好啊，咱做人来庆祝吧。这个人应讲，这是无路用的汉民啊。另外一个人讲，伊无法度去，我是王中的总管，但是我祝福你一路平安。还有人讲，我拄带新娘娘啦，伊袂使家己去，嘛袂使甲伊同齐去。这部分敢若伫迄个新友出现过。有人讲咩什么修道啊，像讲，伊就讲无什么拄结婚，然后找一寡。伊将圣经的一寡物件甲写入这个故事内面。本来是圣经内底是讲，有人就找这个理由，毋肯去有军队啊，说这个意思嘛，佮用一摆。对，就讲这个人就有一寡理由。而且顶下文用了嘛最好个啦。伊就讲，反正我都不爱去就对啊，你家己去找就好啊。到尾阿塔班年岁上大，甲伊上亲近的朋友讲，甘愿对伫上好的后壁，嘛莫甲上歹的送做对。人若要看美丽风景，爱准备好家己去，你就顺行。另外一个朋友是较客气啦，伊就讲你要去追求家己去安尼，但是祝福伊的意思啦。等伊的朋友离开了后，阿塔班爬到厝顶。抬头观察天顶的星，即时有深蓝色的光点对黑暗中出现，细细啊一粒，看来真远，不过看起来真确定，这就是迄粒星。伊对家己讲：“救主来啊！我打要去调击伊。”反正就一个人要出发啦，嘛看到迄个的信号就对啊，迄个星已经爬起来。天也未光，鸟啊也未精神。这个第4个博士。
就坐伫马顶面，往西边赶紧去。要小拄的所在，七球圣殿，爱骑10公的马，毋管是深夜，还是天光进前，伊拢坐伫马鞍顶面。还有一段路爱去啦，行迄袂赴就真拍拼哇！早起嘛就坐咧马顶头，嘛坐咧马顶头安尼。照出来这段是以下的诗啦。就是甲即个地名拢混在内底，所以听不出读的。经过康卡巴肥沃的土地，踮伫永泉灌溉的无生花园，搬过寒冷爬远的山岭，行落黑暗的山谷，路过亚历山大起造的塞琉西亚城，撩过底格里斯河的大水，甲幼发拉底河算袂完的水准，伊走从到巴比伦破例的相围，已经是第10日的暗暝。伊安尼变安尼走对不对？到第10日的暗时才到，要起码要袂赴就对啦。但是伊就到这个七球圣殿边啊。伊讲伊遐到迄个墙围尔，迄个城的外口遐。好，继续。到迄间圣殿要3点钟久的路程，但是伊的马瓦苏达已经忝甲无啥气力啦。要搁进前的时阵，迄只马喘一口大气，有啥物无好势？微微的星光下面有一个人影倒伫路中，伊是宋乡的犹太人，发烧甲真严重，差不多要死去啊！所以上尾一段路啊，过3点钟应该是会赴，但是这个第4个破水就忝的，伊的马嘛就忝的啊。想讲各个拼一个，结果这条马嘛冻点，就是要去甲因三个会合的所在，搁一时啊尔，但是伫遐都发现讲有人倒伫路边啊。对啊，这条马就想要甲打去，但是有冻点的对啊。伊一看讲这个是一个犹太人，宋乡犹太人，就是善车的人啦。因为这毋是伊故乡啊嘛，可能就是都是厝外的人，佮发烧，看起来敢若要死安尼。这个时阵阿拉班的家己想者啊。伊感到暂停，就算讲是一时啊，先莫去约迄粒星，摕一杯水互即个要断开的犹太人，真实甲纯正的上帝啊！伊祈祷，因带我行圣神的道路，一条独独利在的智慧之路。所以伊就家己祈祷，伊即嘛有一寡丢度就对啊，因为已经强要袂赴，但是即个人看起来要死啊，伊就祈祷。祈祷了后呢，伊对附近的水路灌水转来，掺一寡伊炸的行李的提神药啊，过一段时间就摕互食，总是迄个人恢复气力，坐起来目睭渐渐擘开，看四周围。所以祈祷了后，伊知影讲爱救一个人，所以就去边仔摕水，伊上个有药啊，就掺的叫食，休一句啊，叫互食，总算这个人。的坐起来，站起来，所以阿拉班的个讲话啊，我要去亚鲁撒冷，阿塔班讲，去找要出世的犹太人的王，上帝的囝，人民的救主。伊甲犹太人讲，伊要做什么代志啊？但是犹太人的回忆讲，我会使甲你讲，倒位去找弥赛亚。犹太人讲，毋是伫亚鲁撒冷，是伫伯利恒。愿上帝带你平安到迄位，因为你人民破病的人。所以拄着这嘛算有一寡好处啦，因为伊本来就是伫亚鲁撒冷嘛，但这人的出嘴讲，毋是应该是伫伯利恒，但是因为这第4个部署已经刚约好了嘛，时间就前去了。对，嘛是要紧冲去要七球圣殿。日出的第一条光线，照伫阿塔班甲伊的马，形成长长的影，因到第七球圣殿啊。阿塔班无看到伊的朋友，伫一块破砖下骹有一张小草纸。愿等你到过半暝12点，顶面写袂使搁等啊！阮当出发去找迄个王，对阮的骹步过沙漠吧。因为伊本来过处较长啦，这有正轨，安尼小补充者，就是伊无拄着这3个人。伊本来一直个讲爱去亚鲁撒冷，所以这3个人伊嘛是要去亚鲁撒冷，是。伊就想讲，反正你对我行，因为我伊行迄个沙漠顶头拢有骹步嘛，你对伊行。
但是本来是伊即嘛袂赴啊。啊，伊一个人嘛无法度，伊个遐尼忝，一定爱叫困一下嘛。但好咧，搞在迄人甲讲爱去别里行。所以就知影讲应该是爱去别里行。但是伊嘛是爱开一寡时间去准备这物件，无一样过刷无啥。读书的点是半路安尼。对啊，其他三个人，我感觉伊嘛是感觉讲你卖对的意思啦，凊彩甲写一个来应付一下，讲啊你家己来哦，我们先出发了安尼。请我是要安怎过刷无？阿塔班讲，我无米通食，马啊忝甲要死，我只有转去巴比伦，甲拿宝石卖掉，买一堆骆驼，甲规路补给品，我应该赶袂赴我的朋友。敢若人主的上帝知影，我敢会赴见着迄个王，因为我是冻定来救人。想伊嘛是搁要去的对啊，爱着三粒宝石嘛，个拿宝石卖掉，去换一堆人对去，所以就上路啊，好请。骆驼甲物件备办好，伊就启程。犹太人的地去，路顶有无情残酷的沙漠，大扫歹挖的山脉。山东危险的山峦，日是烧热，年是坚冻，嘛有大马士革的兰花园。恶水对阿巴那发拍河来，有乌门山一撮的积雪山岭，约旦的谷地，加利利的深蓝水面，伯利恒总算够啊！这段嘛是写的诗啦，大家这个地名我都来对，所以就听来讲什么加利利的水面啊，约旦的谷啊、山谷啊，英文写就好啦。用台语嘛有一寡感觉啦，但是文本是英文写的。迄三个博士来遮找到玛利亚、约瑟甲因的儿啊耶稣，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沐浴，已经是3工前的代志啊。所以这真紧教来讲，伊虽然到位啊。嘛，知影讲这三个博士来过啊，但是已经慢3工去啊。我一定会找到因。第4个博士讲，虽然我一个人嘛来换，照先知的预言，这就是正确的地点。我会等待伟大的阳光显明。所以伊就想讲，伊生男家嘛，所以应该男家嘛。这啥慢慢找应该找会到安尼。街路看起来无什么人伫咧。对一间门无关的厝，伊听到一个查某细声咧唱歌骗囡仔。伊伫顾囡仔，但我感觉以前人讲写骗囡仔咧。对啦，伫顾囡仔意思。迄个妇人甲伊讲，3工前有外地人对东边搞争头，因有讲是一粒星带因来的。那些个约瑟甲伊的某囝暂时住伫遮，因来表达敬意，献出珍贵的礼物。这个查某人嘛知影这个代志对啊，伊知影讲有3个人来，有找到约瑟，有互伊物件。但是妇人讲，这几个外地人忽然出现，嘛忽然消失。伫迄暝，约瑟嘛带伊的某囝点点离开。按迄暝开始，我的庄社哪有什么邪恶的法术搭伫顶头？有人讲罗马兵要来啊，佫要收新的税啊！这个妇人人个补充就是讲，迄暝啊，约瑟伊嘛带囡仔甲因某怎离开去啊？因离开了，感觉这城市小可怪怪。继续。他班斟酌听，有人抱的婴仔额头看伊微微啊笑，就亲像用听甲信任来欢迎这个行过真长一段孤单复杂的路，不是爱对抗妖异惊吓的外地人。这个犹个少年的妇人。准备食物款待伊，伊正感谢接受。那这时，囡仔渐渐困去，厝内有真大的平安。我认嘛忝嘛，暂时嘛毋知要去倒位，回向就甲收留，就讲本来做伙食饭，嘛倒看伊囡仔嘛，真古水安尼。忽然外口大吼一声：“兵来啊！希律王的兵来啊！”因来杀咱的囡仔，妇人的面色惊甲规个变白。伊甲囡仔抱安安，密入去黑暗的一位，甲囡仔包伫伊的衫里，毋敢叮当，烦恼囡仔的精神出声。他班紧去徛店门口，伊开阔的金架头，拄好甲门砸掉。伊迄顶官帽啊，拄伫门外，看袂清伊后面。
多少安排伊介绍讲伊这较大汉有啊，个多少地无啊，就是因为这是甲门甲冻点的，因为圣经嘛有讲嘛，就是讲希律王惊这个囡仔是未来的王嘛，就讲甲囡仔拢要杀死，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已经离开啊，但是这个城市的人的危险嘛，但是这个太太甲迄个囡仔抱在米的后壁，这囝也出声了对。兵啊，真紧来到这条路，满手拢是火，不是顺刀尖滴落涂骹。因看到阿塔班特殊的模样，充满怀疑，来到伊头前。所以这兵啊，就来到这间厝头前啊。这阿塔班就徛在门口口，伊就讲，我家己一个人伫咧。阿塔班讲啊，我咧等待，望有机会甲这个珠宝献互英明的队长。那会通互我安全留伫遮，伊甲红宝石摕出来，伫伊手里发出光彩，亲像一大滴拄流出来的火。可能嘛无时间通想啊吧，伊就贿赂在遐贿赂，伊就规去好啦，一个台湾人讲乌西啦，乌西的，甲伊的红宝石放在伊手诶，讲我要献互迄个队长安尼，那我平安就好啊。带头一兵啊，互红宝石照甲出神，伸手去摕，继续进前。伊对别个兵大声讲：“遮无囡仔，这间厝空空。”所以就接受啊嘛，就放伊煞，就摕咧红宝石就离开啊。阿塔潘祈祷讲：“真理的主啊，请赦免我的罪，我讲白贼话，是为了要救囡仔的性命。我两个礼物无去啊，我敢有资格去见王的面？”伊嘛无爱讲白菜对不对？但这个时阵嘛无别个方法啦。伊后壁传来迄个妇人的声，那欢喜地流目屎，那温柔讲：“你拯救阮的苦命，愿上帝祝福你，保守你，用伊的光的面照你，施温互你，愿上帝欢喜的面看你，享受你平安。”这句应该是圣经出来的嘛？对。像是民数记的款。一个基督啦，因为这个妇人人，伊嘛是犹太人嘛，伊就真感谢这个人，就读去段经文，互伊听呢。但是过来一个重点，跟故事有关系。妇人甲伊坦白讲，约瑟一家口应该是闪避去埃及，所以其实这妇人人知影讲约瑟去倒位，但是一开始伊毋敢讲，因为惊讲是歹人对啊，即嘛知影讲是好人，你就甲讲因去埃及啊。阿塔班连边出发去埃及世界找找因的形影，逐个城市拢去，嘛捌到伫金字塔的下骹。金字塔啦，伊这原本就写做这地名啦。嘛捌到伫金字塔的下骹，也捌看人民西身上的面容。上尾，伊来到亚历山大城内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伊来请教一个犹太祭司。伊本来意思是要讲埃及是真大的帝国啦，有像啥物金字塔、金字塔这，嘛亚历山大城这大城市，所以就四国拢去啊。但是伊尾啊去找一个犹太祭司，这是伫迄个大城市的一个所在。你知影，这是读伊手里的邮票纸，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这苦痛，常常拄着忧闷。若要吹，上好是去善车人的中间。所以这书嘛，就厉害对不对？伊就讲这，那照迄个圣经记载，记载这以赛亚去用看袂起。所以你去迄个大城市，什么金字塔应该是找毋着所在啊，爱去迄个善车人的中间。所以阿塔班一位搁一位找，伊探访受欺负的、受掠关伫地牢的、未去努力市场的。以及伫大船加站辛苦伫过船诶，虽然伊找无通敬拜，伊找着济需要帮助呢。伊互要诶人食，赤身裸体诶人有衫穿，破病诶人受医治，怪伫家里诶有安慰。伊诶日子过比吉步诶梭啊较紧，来来回回，一时啊就积好一批步，33年诶青春就安尼过去。阿塔班犹原是坚信者，要找王的阳光，所以就过了33年，这33年来，伊就听迄个祭司的话，伊就四个去找迄个受着人苦毒的人，一句嘛是圣经出来嘛，是，对，互要的人有通食，马太26章5章，无衫穿的人有衫通穿，
啊，日子过啊真紧，伊本来就讲那迄个织布的梭子啊，等那来来回安尼，啊，就过33年过去啊，啊，伊嘛老啊，啊，这段嘛是死，就是讲伊老啊。伊的头毛本来比查个绿树山的壁面较乌，即马比寒天山顶的落雪较白。伊的目睭本来亲像火焰遐尼闪烁，即马亲像灭花的火炭，暗淡搁满是火灰。受尽拖磨甲劳苦，伊拍算搁活无偌久啊！伊要是要找迄个王，上尾一摆。伊转来耶路撒冷，伊来即个圣殿几若摆，行过逐条巷啊，逐间布病厝甲家牢，并无拿撒勒即家人的踪影。但是阿他班的心里有一个声音，伫伊决志放弃进前，伊爱试上尾一届，无的确会成功。33伊嘛老啊啦，啊，但是伊一直无要放弃，但总是想讲伊嘛活袂久啊。可能嘛是上尾一届啊，因为时间人总是会死嘛。啊，就想讲好，我上尾一届啊，来耶路撒冷城，已经来几啊届啊，但是上尾一届就对啊。啊，这时阵拄着迄个搬过节，所以搬过节已经要紧。搬过节要到啊，耶路撒冷互外邦人客甲甜甜。阿他班行入一阵对伊故乡拍题来的人。问因吵吵闹闹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，因讲一个号做各国他的所在，有人要互人处死啊，有两个是强盗，还佫一个叫耶稣是拿撒勒来，伊有一般人无的能力帮赞真济人，所以因拢真疼伊。比勒多大人要甲伊定死，因为伊讲伊是犹太人的王。这几句话阿他班头一摆听着。煞熟悉啊，熟悉！一方面，伊一世人行过山、行过海，得找的王出现啊；一方面，听起来佫是遮尔啊绝望。敢讲这个王兴起，煞互人看轻，打要互人害死。阿他班对家己讲，上主的做法总是比人的想法较奇妙。无的确，我也有机会会复见着王。伊虽然伫对敌的中间，我会当用我的珍珠。伫伊互人定进前做伊的赎金，所以阿他班伊听来这个故事啊，知影讲这应该就是伊要做王，但是听起来敢若绝望诶，对不对？念要互定死啊，想一个想讲啊，无一定这就是我的机会，我还有一粒珍珠，我再摕去甲赎金对对啊，嘿，因为做赎金啦。以前刚刚讲你若做歹代志，我会使用钱乌西啦，用钱就好啊，嘿，继续。伊拄想的是一对兵啊经过，后面拖一个姑娘啊。阿他班听着伊讲，伊是拍提亚的一个生理人的查某囝，老爸一过身，伊就互人卖做奴隶来拄老爸的欠孝。伊讲，请同情我，我信靠你的神，请帮助我脱离这个比死更较惨的运命。要救耶稣的时阵，就边仔就一个查某的。要去用卖做奴隶啊！啊，这个人就穿个迄个衫，像看会出讲伊是共一个所在出身。故乡遐个人啊，请求讲拜托你救我安尼。迄查某囝拜托伊甲救安尼。阿他班身躯皮皮拽，果是原本心内迄款冲突发生伫巴比伦的饭店，伫伯利恒的庄舍，这是追求永远的信仰，也是一时的热情，两边的冲突。迄两届，伊准备要献互迄个王的宝贝拢交出来，解决世俗的问题。即摆是第3摆啊，是上尾一摆，无法度回头的选择，是要留做奉献，还是搁互现实控制？其实伊要讲迄个查某嘛，毋知伊身躯有一粒珍珠对毋对？伊嘛说动作无快，紧走就好。但是伊的心内就有一个冲突啦，冲突，伊讲伊若献出去是奉献嘛，是献互上主诶。啊那即马摕即个查某诶，就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尔。所以一开始问牧师伊咧，我去人甲你讲我是迄个，我是基督徒来帮助我安尼我。有当时也有现实甲迄个。不啦，听少爱有知识啦，嘿啦，这我想这个永远的问题啦，求上帝帮助咱啦，互咱。对啊，所以即马你想讲我。
即摆卡咧遮，我毋知要安怎呢？好继续。伊实在毋知，伊敢若知，伊袂使闪避，这敢毋是上主的考验，敢毋是良心的要求？伊甲真主对伊的形象摕出来，看起来毋捌像即马遮尔啊光彩，充满温暖的感觉，互人毋敢放杀。伊甲真主囥伫迄个姑娘的手里，讲：这是你的赎金，姑娘啊！这是我备办要互阮的王的上尾上宝贝。伊想想还是乖乖甲伊个真主条这查某啊。拄好即时有地动，墙围摇来摇去，石头裂开，落伫土里。厝顶升起的大地砖啊，讲着阿塔班的头壳，伊倒落来，面色惨白，强要袂得喘气。伊倚靠伫姑娘的身边，会对伤口流出来。所以怎啊叫石头讲着？因为这时刚刚有要地动哦，记载是安尼写，所以拄仔迄故事讲有地动，即嘛有地动，啊，伊拄仔去有伊个一个砖啊，讲着头壳。阿塔班明白伊的路途结束，伊失败啊，但是伊感觉平静，毋是软弱，毋是委屈，反倒是一款真深真根本的感觉。伊明白逐项事拢好势啊，伊每一工尽力去做，真心军队一直照伫伊的光辉。伊明白，就算讲人生会使重来一摆，伊嘛袂换行别条路。所以伊就倒落来，啊，伊即马心内咧想讲啊，伊失败去啊。但是伊感觉真平静。伊感觉讲，就算会使重来，伊嘛是选一条路。日头要落山。远远传来一个声音，真细声，嘛真稳定，亲像音乐，听袂清楚在讲啥，但是 melody 真明显。迄个姑娘啊，越头看像在讲话，但是无看到别人。阿塔班的喙唇小可震动，敢若要应话。姑娘啊，听到伊用故乡的口音讲：“主啊，我什么时看见你腰来互你食？”喙焦来互你啉，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大，烫白体来互你穿，什么时看见你破病，还是伫家里来找你。所以这嘛是圣经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马太里面的，那来对，就是这阿拉班刚好听了什么声，伊要回应伊，伊就是读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来讲。伊学生要找耶稣嘛，毋知要去带找伊安尼。33年来，我拢在找你，但是我毋捌看到你的面，为你做见证。我的主啊，迄个温柔的声音搁再传来，共款是对足远的所在细细声啊。毋过即摆姑娘听有啊，迄个声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你已经对这个兄弟姊妹中上卑微的安尼做。你就已经对我做。阿塔班原本惨白的面容渐渐啊稳定，发出美妙喜乐的光彩，那亲像日出时的金色光线，照伫山顶的白色。伊看看对喙，吐出安慰的一口气。伊的路途结束啊，伊的宝贝受到接纳，第四个博士找到伊的王啊。这是真好笑，真好笑。叫我看，我真感动啊！我是读了，感动。我读啊，就感动。所以伊这不是伊个根本段，有当时你安尼直接去读无感觉，因为伊插来这故事内底。伊将真实的经文甲伊洗澡的故事穿插咧，足感动啦，足厉害。这故事应该无需要什么解说，因为写得上好。反正这三个故事的大概，我是感觉拢最好听的啦。嘛会使听到台语，台语是会使写啦，就是这拢有写落来，所以100年后咱嘛会使写，咱嘛有机会可以使定写，后壁人嘛会使看到安尼。上我讲一件代志，就是牧师刚才考是宏源吗？考宏源，伊刚刚是迄个长老教会以前一个长老，过身啦。是孙天东。伊是台湾第一个伫日本的药学博士，京都大学
对，所以尾仔嘛可以啊，因为做什么科学汉方的迄个中药，即摆拢知影啦。你即摆做者食中药，拢嘛做者迄个拢买一个。伊第一个跟我到的聚会时阵啊，伊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廖继春，足侪台湾的早期迄个画家啊，有诶拢较无钱啊啥，啊伊的开始的帮咱家的迄个画家，啊，就收足侪北岛诶。尾啊，敢会收671巴度，为什么丹顶堡啊啥拢有收？伊刷去美国就摕去美国到咱们遐，啊伊诶迄个遗愿就是讲，等到台湾有一天民族自决的时阵，民族自决，伊是写呢民族自觉，啊伊就是台湾独立的时阵啊，伊马上会使个向台湾人，伊收遐是为着要着拿历史安尼为台湾人保存。前几年迄个文化部长是。迄个郑丽君吧，郑丽君对，郑丽君阿姨的去美国去做因的囝啊，因本来就想讲时间差不多啊啦，会使甲关转来啊，所以你用台中看着，毋嘛免伤钱，这毋那是读台语尔啦，就是讲因画物件嘛留着咱迄个时阵的一寡形象啊啥，嘛应该去看卖啊啦，啊想要根据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。所以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甚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我去读一摆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。所以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甚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